来看台北随机杀人案发生的其中一个地点，新品南西店外口有真侪民众打字条，也毋过昨暗所有民众发现讲顶头有恐吓的字条，警方是长的追查。今仔下晡1点，台北市政府嘛伫捷运市政府站甲附近来进行维安演练，嘛发送细胞监视。大五上班时间，成品南西店外口人来客去，真侪上班的人阵，边仔规面悼念墙搭满民众祝福的话语。这是台北随机攻击案件发生代志的地点之一。不过，即马煞搁互人打恐吓的字条啊，引起民众的紧张。这种纸条是比较不好，我们尽量不要被这种纸条吓到，也不会让他得逞。这种恐慌也不是很好，就把他抓住吧，因为他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民众看到纸条的内容嘛，错一个。这个现场持续有员警伫自首，回顾代志发生的经过。第25暗时8点外，发现其中一张纸条啊内容无啥正常，通知边当地执勤守望勤务的派出所员警。看到说墙上有人贴了这个东西，看起来蛮可怕，就是好像说要再次 I will kill more people 这样子。尤其是最近就已经加派这么多警力了，然后结果还出现有这样的一个纸条，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些声音出来，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会变成这样。根据了解，代志发生的时阵，拄仔是假日人上济的时阵，警方目前展开追查。不过附近监视器敢一支，已经扩大调阅监视器，也甲派员采证，要查清楚大个人伊的身份，也甲目的。中山分局嘛提起，那是触犯刑法第151条，相当会当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。事件罹难者之一的57岁与家长的家属，今仔日发声明表示，感谢各界关怀支持，也毋望各界注意个人的隐私。另外，社会各界若是有要捐款慰问的意思，家属是呼吁会当以家长的名义，向其他个人还是公益团体捐款，延续爱甲勇气。台北市会伫2日下晡举行高强度演练，以真济匪徒伫市府站攻击人这个情况，无予应变处理，提醒民众无需要太过紧张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